真侪人拢是勤俭到有底，讨债不成家。看到罐仔内底洗碗精，敢若剩一丝丝啊，就会甲伊透水，安尼变较大罐，用较久。不离个医生讲，可能碗盘会愈洗愈垃圾。到皮肤科医生讲，毋若是洗碗精，另外洗手精、洗身躯精，拢才会有问题。上好是莫安尼透水，因为清洁剂内底有清洁效果。不离个是无多杀菌。假使若是透水了后，会害防腐剂浓度会较落，这个罐仔内底颠倒有可能有细菌甲霉菌。想要洗碗，拢会用挂洗碗精，看到罐仔内底敢若剩一点点啊，真侪人拢会加一寡水入去，毋过安尼做可能会互你的碗盘愈洗愈垃圾。它其实并不是100%无菌。那第二个是说，当我们水加到瓶子里面之后，其实这个原本设计配方有一些抗菌剂，有一些防腐剂。你水加进去之后，其实它的有效浓度是降低的。医生提醒，水网清洁剂有清洁的效果，毋过无法度杀菌。若洗碗精，像讲洗手的、洗身躯的、洗头毛的，才会当做一罐一罐的。若是加水入去，可能拢会生细菌。医生讲，过去就有一个70岁欧巴桑，因为长期用有透水的杀蚊精来洗身躯，造成皮肤过敏，尾啊爱去看医生。瓶底可能还剩一点点，你挤不出来，那你可以加煮过的冷开水，稀释，赶快把瓶底这个洗干净，那大概就是建议3到5天之内把它用完。爱安怎做才会当把清洁剂用到一滴都无剩？其实把清洁剂挤一寡出来，再搁透水，一摆用完，安尼就无问题啊。那真是想要把水加入去罐仔内底，嘛要用白滚水，上济莫用超过3天。加水入去会互罐仔内底防腐剂浓度变薄，防腐的效果会变歹。另外嘛要注意保存的期限，罐仔内底才袂生细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